好，我哋去到個 Part D 嘅部分啦。咁個 Part D 嘅部分咧，我哋要計翻個 break even 嘅 quantity，OK，損益兩平嘅銷售數量嚇。好啦，咁所以做 Part D 嘅時候咧，你基本上你需要知道啲乜嘢咧？Part D 入邊你需要知道嘅咧，就係究竟每一個套裝啊，因為佢話佢用 package 套裝咁買啊嘛，每一個套裝究竟係賺幾多錢嘅呢？個 contribution，OK，好啦，所以啦，我會先同你計第一件事嘅，第一個攞分位你可以計嘅就係個 contribution per package，中文咧叫做每個套裝的貢獻，係啦，因為你想要 break even，OK。你想去 break even 嘅時候，你首先就要知道啦。喂，咁你賣嗰啲東西能夠賺到幾多錢先 ？OK，咁你先至知道應該要再去計下賣幾多啊？係咪？好啦，咁你睇翻喎，頭先其實我哋有計過嘅 contribution 嗰度啦。嗱 ，deluxe 豪華係15，高等金裝係13，跟住標準嗰個係7啊嘛，係咪？咁你就睇下佢個套裝係點㗎咯喎。佢話每一個套裝入邊咧有1件嘅豪華，2件金裝，3件標準，係咪？咁即係話你成個套裝會賺幾多錢啊？1件豪華咁咪15乘1啦，再加2件金裝啊，即係13乘2啦，3件標準喎，咁啊即係7乘3啦。OK，咁啊咁樣撳機啦。好啦，15加13乘2再加7乘3，即係話啦，每一個套裝咧我哋就賺到62蚊嘅。OK，好，呢個係信息1。好，第二個信息我哋要知道啦噃，就係個 fixed cost 啊，OK。Fixed cost per month 就係每月固定成本。嗱，點解係用每月呢？因為你留意翻條題目問我哋啲咩先？題目係問我哋啊，喺26年嘅7月，OK， 26年嘅7月要 break even 嘅話係要賣幾多啊嘛？所以佢係用緊一個月份。每月幾多去問我哋嘅？既然佢問我月份嘅嘢，咁我自然地就係要用月份去計翻個固定成本啦。OK，咁我就要執藥咯喎。喂，固定成本喺邊度啊？其實條題目好早就俾咗我㗎啦，係咪 ？Item 4俾咗我啦，係嘛？第4項每月咧固定嘅行政費用同銷售費用分別就11萬同埋9萬5。OK，咁呢兩個就唔會漏㗎啦。11萬同埋9萬5係咪？不過咧有一個就容易啲漏嘅，就係 item 3啦。喂，有個 semi-variable production overhead 半變動嘅生產間接成本啊嘛，係咪？咁佢都有個固定嘅部分嘅喎，留意翻啊，可以好早 part A 嚟計咗啦。佢嘅固定部分係幾多啊？固定部分係5萬5啊嘛。咁所以啦，你記得加埋咧 part A 計咗嘅固定部分。OK， 咁啊呢個就容易啲漏啦，特別小心啦。11萬加9萬5再加5萬5咧，咁你就會計到啦。哦 ，total 每月固定成本咧就係26萬。OK， 好啦，咁啊基本上接近完成噶咯喎，因為你知道哦每個月咧燈油火蠟交租固定嘅26萬，每賣一個套裝賺到62蚊，係咪？咁所以啦，我哋可以計到個 required package to be sold。中文就係需銷售或者需售出嘅套裝 ，OK， 咁啊好易計嘅啫。你嘅固定成本26萬啊嘛，係咪？然後啦，你一個套裝就賺到62，咁你26萬除62係幾多嚟嘅呢？跟住你除完，哇喺有小數點嘅係咪？啊特登嘅今年，好啦，4193.5嘟個套裝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你出街買嘢，你冇得將一個套裝拆散嚟買噶嘛，係咪？係一個個包好咗咁賣噶嘛。咁所以啦，你就需要 round up 向上寫入個數字嘅。咁所以咧，你就要寫翻係4194個 packages，即係個套裝啦。咁你計到4194咧，其實個故事都即將結束㗎啦。OK，咁我哋可以去埋最後一版我寫埋個答案啦。嗱，你計到4194個套裝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就答翻條問題咯。佢問我，喂，咁即係我要賣幾多嘅standard soup 標準香皂啊嘛？OK，咁所以啦，你要寫埋sorry 呢個 D 嚟嘅個 required units，咁啊即係需出售啦。咁 standard soup 咧一個套裝入邊係有3嚿噶嘛，係咪？所以啦，3嚿就即係點啊？4194個套裝乘翻3嚿嘅標準番梘 ，OK，4194乘3咧就會係12582個巴薩 ，OK， 中文就件。
OK，咁所以啦，嗱佢冇要我拆散晒嗰3隻要賣幾多啦，佢淨係問我標準番揀啫嘛，standard soup 啊嘛，咁所以你淨係寫12582就 OK 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呢個26年第4題啦，就係喺 DSE 由12年開始去到26年咧，第一次出現咗一個即係叫有小數點嘅情況啦。OK，即係過往就算你做其他 multiple product 多產品嘅題目啦，佢都係一個整數出嚟嘅。咁但係今次咧，佢就第一次考小數，所以你就要認識呢個向上寫入 OK， 英文就叫做 round up嘅概念，因為咧你個套裝咧係冇得0.1個套裝、0.5個套裝咁樣去賣嘅，咁你就要知道呢件事啦。OK，咁啊，我哋呢條題目咧就解到嚟呢度啦。咁啊，覺得條片幫到你嘅話咧，分享俾你讀 BFS 嘅朋友仔，咁啊希望佢哋都可以通過個片段學習到更多嘅會計知識。咁我哋喺其他嘅片段再見啦。